爱吃到呢玻璃心又分为2种类型。第一种类型就係嗰種吃我感覺非常嘅良好啊，係吃純是嘛，係可能較強啊，係三個人咧係你有人講嘅法，其實會留佢拗，係一定會壓種嘅玻璃心，食也超給你，冇錯啊，一個相種嘅就有的就有啲種愛用類型嘅啦，只有兩隻輕口音甚至講好朋友，你不要挑撥。我們玻璃心呢，就完全老爸相反嚟啦。一個馬薩。啱我呢種類型嘅就係你嗰種可能對切感認同啊，較無暗好嘅啊，較無自信。我說非常容易因為配你嘅講法就非常嘅敏感，就會錯錯。我係感覺其實2種嘅人啊，最廣義來講，就係對配你人講嘅法係配你人行為呢，會感覺非常嘅唔爽快啊，就比較敏感啦。就是講阿自己講到就2種，呢種就係種切感會死叫叫，就因為切感當好嘅嘢，所以會吃到配上講嘅。唔講唔錯，愛講嘅讓錯。第一種就係對自己當冇自信嘅種，甲阿認真自己吃到因為咧，玻璃心你很用扮現嘅身體。其實係咪有一些人認同阿自己講嘅，唔講話吃到講係較專業啦，吼，係講個較清楚一些咧，吼。畢竟佢咩做嘅玻璃心嘅代表咩動機？哦，玻璃公主係嘛？玻璃理事長，玻璃理事長。冇啦，其實係說有一種類型當然啦，我覺得嗰種有公主片嘅類型。我們要性別平等一下。王子片沒有，沒有。一邊啊，做咩？我說愛王子片，你蠻跳戲哦。玉樹臨風王子片。走2個小時，因為嘅最近哦，知道嘅玻璃心嘅指數哦，差唔多來講吼，就2萬。哦，真緊。跟你們都冇嘅啊。係啦，ABCD 以上皆是嘅。加起來係冇到2萬呢。因為台灣啲大家就很有印象講，社區之後是動上做只透露出來做歌星，因為唱歌哦真緊就好聽啦。哪沙講誒？有冇？誒咩？有啦，冇等下給阿妹調調。有啦，等我會唱，等我彈下會唱。走得。我係嗰事。我高中嘅時代就參加嘛歌唱嘅比賽，全學校哦第2名。哇！係真緊哦。我也參加啦。政大附中有國中部、高中部，可不可以？參加高中比賽啊！但是我知道我係 super 玻璃心嘅應用辦公，因為有陣時真係會動搖緊配人嘅想法，因為你就會啲舞台好嘛嗬。我說有陣時係講配人啊演陌生啊，喺配人啊啲順風嘅咬耳朵嘅時間，你就想講係唔係講愛，係唔係愛做唔做咩事情？見呢啲講愛係唔係愛用，就會見啲上愛用。哦，係，覺得吃到這個係世界中心，嘛跟人講到，可能哦，有可能會愛用上哦。唔過，你係總把欠女版。真有時候會學到張伯謙，不過佢車都愛用。但是像 Annie 一樣，他還有上台上講啊，係唔係有新嘅演唱嘅偉倫啊，上去取代我們位置啊？最緊要呢。就會想講，哈 Annie 係唔係想唔好？主持係唔係愛掉嘅？故說呢這種人就冇愛 Annie 咧，就開始玻璃。轉去講，所以大家愛你 Annie 咯。一轉去吼，咁個阿表人唱到夾喺風采，佢轉去人家神神不死，不會下下去，不會扎小人。迷路，難怪當叫做暗通。因為講到玻璃心哦，除了張伯謙之外，就係張媽媽、蘇秋姐啦。你睇分享嘅這個係2萬係哦，張媽媽係2000萬嘅玻璃心。愛相信。真緊，因為她是高敏人，對，她高敏體質的。有一擺，應該講，佢頭擺喺度台公司上班，喺台公司人動到啊，都後背講廢話事情，動集中會看到啊。咁是係唐公天天哦，他只是聽說可能人為咗普分又為小子講加廢話哦，其實直接變到加咗普分，係簽機人都都幾個。假使你講的係真緊哦，你最好讓佢一字不漏，講得清清楚楚。假使哦，假使你係講發料哈，你給我加油添醋哦，你看來我撕不撕爛你？全家要講出來呀！真緊係唐講天天哦，冇聽錯係真緊的哦。
佢媽唔錯嘅吧，勇敢。佢冇檢查。玻璃心係哪個問題？係遺傳，因為我阿婆有遺傳。唔過廿嘅時間，叫什麼啦？誒，你兩三年明明兩三年都有話愛講，結果兩三年就冇講出來，點到就會錯成兩烏飛。其實阿婆妹唔係調試咧，我真係係唔掂，而中馬嘅愛叫。係啊係啲公園一起。其實你直接講出來就好了，像從張媽媽強容，你對人家家婆講，看我是不是啦你。同阿家婆講，看我是不是死了你？甩門說謝謝。你仲你講笑，會幫你打死人個。喂，家婆，你可來同講，有人要撕爛你的嘴哦。cái太家都點解會主持？古時候太家話有想講啊，來主持你米亞安尼啊吼。各位因為主持米亞咩冇前後以前咩名聲來唱歌啊嘛個，我即間呢主持行啊兼唱歌，又行啊跳舞，你看見無限嘅，咩冇本愛錢。好，各位呢，我有些同事就講很挺辛苦的啦，明年冇做，嗰佢上愛關心我辛苦，唔過佢表達嘅方式當奇怪，佢就講啊。我知道唔會再主持咧，唔會嘅東西啊，唱嘅歌嘅啊，全部都彈到呢個嘅，全部都共樣嘅東西，唔是在表演嘅安尼。講啊，彈到我哋嘅用心係希望係冇按辛苦，唔過係係真係懂呢個。有可能，有可能。嗰種係啟動猜疑一件事情，他想講誒明年啊去吞火圈，吞火箭，吞火圈。吞火圈。唔邊係香港玻璃心，佢容易本人解讀成空壓性過大。從講係同我大家講嘅啲嘢，我想講，係因為誒唱藝啦，我頭先咩講到藝，因為去唱歌，我去比賽冇唱好，我想講哦，佢緊張就唱唔好，亦係因為我希望我自家做歌好。要求自己。係要求自己想去做歌好一些。唔講係想講唔，因為可能玻璃心會有許多事情就會逼自己逼太緊，沒有想許多事情可能就會自己嘅唔錯。嗰時候我係想愛嘅事情就會本自己個重新設計一些，個愛設計一些嗰種感覺。啊，太家就愛設計師咧，就算講有呢個北京呢一種會，即係還有從媽媽用個茶葉東西嘅，哈，係從那個。俺冇有係哦，是就幾東西嘅。啊，會茶葉東西嘅，然後從呢一種嘅當然面條錢，哈，你就自己下生意。無論講係啊，插入嘴啊。你看生意的哦，你這是威脅哦，危險哦，可能等下轉去就會收到警察局嘅通知有證據咯，有下來了。有啲下來。因為玻璃基本上你要知道事實代表講易碎，冇法度當財命啊，沒辦法還原，係哦，所以貴，係當佢是摩天橋，很難種啊，就分派而安係。因為最近嘅玻璃要看，好啦，咁咪重點，所以講，因為玻璃心係一樣嘅意思，過玻璃心咪就只特質係講，你阿生樣佢想一下柔，他比較細心，下種就會體貼拍生音啊，所以從來就係安樣嘅音啊，體貼別人，遇到拍生音來想啊，還有上到下室溫啊，玉樹臨風，你要全部係玻璃心嘅體質，真緊哦。好，謝謝。唔過佢講啦，有一點嚇我嚇認同，即係講玻璃心面接送係是唔是係做些嚇電子，要講嚇功夫嘅東西就出錯率可能咪會下大。這個就不一定，就講佢做些就上到嚇多，就講做些嚇電子，嚇幾高。幾捱感覺愛對有玻璃心嘅人相處法，其實就愛較談談嘅地位。比如講，真係唔是特別去講佢乜嘅，係可能呢，因為你可能較少講一句話，妹妹欠一點樣，就盡量愛揾個方法去，而且學腦佢，比如講中白欠，真係當演到呢玉樹臨風，日本排頭，哇黑馬王子呢，哇，你想不出來，你講出來，你幾倍摸好倍啦？你黑寡婦，記住係玻璃。你想講，因為你身邊咩係有一些同學可能考試考唔好啊，或者有一些報告冇做好，可能會有玻璃心嘅事情，或者就係可能就同人講會鼓勵一點啊，就係講其實你做得啦，本人相信做得把事情做得改好，係用例如就係因為，等下，我見天氣假啦。你想哭，我理解，我覺得。唔怕，好啦，就係必勝之本。L 上太上公，要把太假